青春你會點樣選擇？係每日規規矩矩嘅生活，定係用有限嘅時間瘋狂一次呢？一個澳門人，一部單車，行過200公里，騎行14個鐘，從澳門到廣州，從懵懂到成熟，只為咗2個字：青春。Go！喂，你好，介碟係叫外賣啊？好啊，請講。好，牛腩菜。李子健係澳門本地人，今年21歲嘅佢喺廣州暨南大學就讀大3，每個月佢都會返澳門去朋友嘅麵店幫手。佢做過劍擊教練，踢過國際足球聯賽，送過外賣報紙，上過雜誌封面。喺澳門嘅運動界一直少有名氣，而喺佢朋友眼中，李子健係一個冇時停嘅大細路。唉，條友仔唔知係咪癲嘅？佢每個星期翻嚟澳門咧，又要做 part time， 又要踢甲組，跟住咧等陣又話踩車翻暨大啦喎，都唔知佢頂唔頂得順嘅。呢一日，佢同以往一樣，喺屋企做好最後嘅檢查，準備踩單車從澳門去廣州返學。OK， 返學啦。返學啦。經過具有澳門特色嘅葡式建築，踏過充滿異國風情嘅大小街道，李子健正式啟程向廣州出發。同而家嘅好多年輕人唔同，李子健放假嘅時候好少坐喺屋企，佢鍾情於各種運動，鍾意用運動磨練自己嘅身心。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運動㗎，因為咧我中意出汗嗰種感覺，特別喺初3嗰陣加入咗澳門 U16嘅足球代表隊之後咧，我就夢想成為一個出色嘅運動員。好中意踩單車周圍去，享受自由自在嘅感覺。珠海、澳門好多地方我都踩過晒㗎。而家嚟咗廣州讀書咧，每個月梗要返澳門嘅屋企一次，所以就有踩返去廣州同埋去澳門嘅諗法啦。因為我想通過呢個方法咧嚟磨練自己嘅意志。喺澳門踩單車，雖然有種自由嘅感覺，但係咧滿足感實在太少。你知啦，澳門真係好細。唔似喺內地踩單車咁有新鮮感，好多時候我哋去嘅地方係要克服困難，先會去到你想到嘅目的地。熱愛、自由、挑戰，李子健享受每個月用單車往返廣州、澳門嘅路途。好快，佢已經進入珠海啦。但係呢次充滿變數嘅單車旅程，先至啱啱開始。而家見到嘅暨南大學珠海校區並非子健最終嘅目的地。今次李子健從澳門屋企出發，沿途經過珠海、中山、順德、番禺等地，最後抵達廣州暨南大學本部，全程接近200公里。出咗珠海嘅檢查站，李子健返到咗佢爸爸出生嘅地方中山。1年以嚟嘅單車往返旅程中，李子健深深感受到中山發展嘅變化。呢度係啱啱出咗珠海，我哋而家就嚟去到中山嘅檢查站，大約仲有3-4公里就見到噶啦。呢度咧發展得好好噶，以前咧係圍住咗，可能係鎮啊、縣啊、政府，而家拆晒，準備興綠道。中山人李子健 ，Let's go！李子健話俾我哋嘅攝製隊聽，
今次要挑戰一條自己從來都未行過嘅新路線，有行過嘅路唔行，偏偏要去冒險，可能係青春俾咗佢一種不斷嘗試嘅勇氣。青春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機會，係一個俾自己選擇嘅機會。你可以選擇喺宿舍入邊度打下機，或者去圖書館度睇下書咁。但係我咧就選擇咗踩單車嚟磨練一下自己。因為我知道出咗社會之後咧，就一定會面對好多困難，要擔起成頭家嘅，甚至乎條路係點我都未知道。作為運動員嘅我，如果連踩單車上廣州都做唔到，之後遇到嘅困難又點會容易咁樣面對呢？我近期嘅目標係踩單車去環遊呢個台灣，遲啲睇下可唔可以騎行西藏。今次當係賽前嘅訓練啦。青春可以做啲咩呢？你可以將佢揮霍，令自己而家逍遙快活，亦都可以用佢嚟構建將來，為以後鋪路。而李子健選擇咗後者，究竟之後嘅路係會點？我哋拭目以待。下午，李子健終於穿過中山，嚟到佛山順德。不過，第一次行呢條路嘅佢，遇上咗唔少嘅麻煩。唔該，想問下廣州邊個方向㗎？咩字咧？你走嘅行路啫。唔該，廣州暨南大學點行？暨南大學啊，有冇聽過啊？哥仔，廣州暨南大學點行啊？咩啊？廣州暨南大學。廣州邊度啊？暨南大學點行啊？等咗個停車嚟到廣州啊！會唔會係呢一個方向㗎？唔該晒。有時候新嘅道路未必引你去新嘅出口，更多嘅係徘徊同迷茫。就好似喺成長嘅道路上，會不斷面對好多困難同埋挫折。放棄？冇得放棄㗎啦！等陣仲要繼續揾返條路，冇辦法，攰又點啊？唔通而家話放棄返屋企咩？都嚟到一半啦，嗌埋佢。喺我人生入邊對我最大打擊嘅係上一年，我媽媽入咗院，嗰排真係有諗過放棄學業，放棄自己中意嘅嘢，好好地咁陪媽咪最後嘅時間。可幸嘅係總算大步攬過啦，所以我覺得人始終都係好化學㗎。經過呢一次呢，我真係覺得自己要大個，要擔起成頭家嘅責任，唔好再好似細個咁天真。咦，媽咪喎！喺採訪嘅時候，子健接到咗媽媽嘅電話。喂，媽咪。係啊，到咗啦，放心啦，一切順利。唉，唔通要個老人家擔心你咩？所以就算未完成都好，我諗住同佢講，我安全到咗，等佢唔好咁操心咯。冇計啦，係咁啦，我哋繼續搵路啦，頂住！從澳門到廣州，李子健同佢嘅單車行過一個又一個嘅地方，陪伴佢哋嘅除咗係城市嘅霓虹，仲有係青春嘅汗水。一路向北，一直向前，正係呢一個信念，陪伴李子健走過最青葱嘅大學歲月。廣州塔出現啦！或者對於每一個年輕人嚟講，信念、堅持、前進，會成為青春中最難以磨滅嘅印記。可能我哋而家要做嘅，應該係用有限嘅青春，創造出無限嘅可能，就係不枉青春㗎嘛！我哋期待見啦！